抚恤金的部分，嘛照规定来办理。台北东湖一个15岁少年囡仔赛车弄死3个人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同园的中路昨嘛有一个少年囡仔偷赛车，伫地下停车场乌白软、乌白冲，落尾家己去弄着，去互警察逮捕。看到人翕到白色 BMW40两条啊，车前冒一个大坑。代志就发生伫2月尾仔5点，中立区中央东路的公有地下停车场，少年赛车遭互警察抓。最后，家己弄着条啊，警员随就人将人压制伫涂骹。绕10几分钟吧。10几分钟，就是跑给警察追就对了。对，是有受伤，我只看到他被抬走。我觉得很可怕，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成年，然后想干嘛就干嘛，然后可能受到的处罚不会很多，但是他们想到的不会是后续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伤害，可能撞到人，然后又是一个家庭的破碎。这名少年嫌犯无照，一个偷驶家人的车，伫空间较下面的地下停车场流窜，后民众感觉真危险，也引起安全的顾虑。中立分局表示，这是一件少年公共危险案件，无方便透露细节。幸好以少年事件处理法，以请桃园地方法院审理。戴少平指出，未成年无照赛车，平均逐年死亡83人，受伤约13000人，一年付出社会成本163亿。不管是他造成自己死亡或造成他人死亡，会产出163亿的社会成本。针对未成年无照驾驶，第一个是不是可以比照那个酒驾当场扣车？针对未成年无照驾驶，戴少平呼吁政府提出作为，除了抓到当场扣车，也建议监视应该针对监护人进行连续处罚。另外，18至20岁摕到驾照上路，车祸肇事比率也偏悬，建议会当像国外推动学士驾照，也减缓未成年无照驾驶问题发生，造成高社会成本支出甲一定程度的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这几年有真侪电子